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藉着我，无人会当到爸遐去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主耶稣是真理。哥林多后书第3章17节讲：“圣灵就是主的灵。”主耶稣既然是真理，伊的灵也应该是真理咯。真理才会当互咱到天父遐去。所以主耶稣论到圣灵的时阵呢，常常用对天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这个名称。除了这以外，为了要甲渺茫的灵有显然的对照，使徒约翰也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6节，用真理的圣灵来称呼圣灵，并且呢，第5章第7节证明圣灵就是真理。就书名来讲，约翰福音15章26节讲，圣灵来了，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主耶稣既然是真理，圣灵的使命便是为真理来做见证咯。就工作来讲，约翰福音16章13节讲，圣灵来了，是要引导咱明白一切真理，并且呢，要向咱来预告着将来的代志。因为真理亲像封住的册卷，若是无圣灵来拍开呢，的确无人会当来明白。既然未当明白真理，你会当靠着真理，伊直说甲讲将来到天父真神遐去呢。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，咱来祈求真理的圣灵，来倚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咱，将来咱才有把握到天父遐去，来承受永远的基业，天国永生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藉着我，无人会当到爸遐去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